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讀樂樂，我係豆腐啊。今日我哋又嚟讀下一啲經典財經書啊。今集嘅主角叫做投資金律，建立必勝投資組合嘅4個大關鍵同埋18堂必修課。本書嘅英文名係 The Four Pillars of Investing。呢本書嘅作者係 William Bernstein， 好特別喎，佢唔係華爾街嗰啲金融大亨。佢本身呢係一個醫學博士，腦神經科醫生。咁一個睇腦科嘅醫生，點解會寫投資書？係咪搞錯咗啲咩呢？但係偏偏就係因為佢呢個背景，令佢用咗一個極之審慎、極之科學嘅態度去研究財富。佢冇教我哋用圖表去捉嗰啲黑馬，或者講邊隻股票聽日會升。佢想教我哋嘅係喺呢個充滿噪音嘅市場裏邊，我哋要起好4條牢不可破嘅大柱，撐起我哋嘅財富大廈。如果你同我一樣，平時對投資都覺得好迷茫，但係又唔想做韭菜，咁我哋就一齊跟住阿 Dr. Bernstein 學嘢啦。作者喺書入邊提到，佢之前寫過一本好專業嘅書，叫做《有效資產管理》。內容好好，但係問題係太難明啦。除咗數學家同埋專業投資者之外，普通人睇到頭都大埋。所以佢決定重新出發，寫低呢本投資金律。個目標係要令到每一個普通讀者，就算完全冇金融背景，只要願意花時間去理解呢4條柱，都可以保護到自己嘅血汗錢。佢強調，投資唔係一場藝術表演，投資係一門科學。如果你唔係用科學嘅精神去投資，純粹靠直覺、靠感覺，好似賭博咁，你喺市場裏邊就會好容易變成嗰啲被人收割嘅對象啦，即係好似我咁變成韭菜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呢，就由第一條柱開始講起啦。作者講嘅第一條柱就係投資理論 theory。佢話回報同風險係一對連體嬰，分唔開嘅。好多人會問，有冇啲投資係低風險高回報㗎？就梗係冇啦。喺一個效率極高嘅市場裏邊，你想要超過銀行存款嘅回報，你就一定要承擔某程度嘅痛苦。嗰個痛苦就係資產價格插落嚟嗰陣心理壓力啦。書裏邊提出咗一個概念，叫做風險溢酬 （risk premium）。點解股票長遠嚟講係比債券賺得多嘅呢？我哋諗下，有2樣嘢擺張喺我哋面前。A 呢就係債券，政府擔保嘅，除非嗰個國家倒閉，否則就會一定準時還錢俾你，好穩陣，好安心嘅。而 B 呢就係股票啦，間公司可能執笠喎，個市又可能大跌50%，你啲錢會隨時蒸發噶。如果 A 同 B 預期回報一樣，咁全世界嘅人都會走去買 A 啦，根本唔會有人肯買 B。但係如果冇人買股票，企業就籌唔到錢啦，咁個市場就玩唔到落去。所以呢，股票市場為咗吸引你將啲血汗錢拎出嚟冒險，就必須提供一個比債券更加高嘅回報。呢個差額就係風險溢酬啦。簡單嚟講，風險溢酬呢4個字翻譯成人話就係個市場喺度收買緊你嘅勇氣。我哋俾多個角度去理解啊。股票持有者係公司嘅擁有者，債券嘅持有者呢，只係公司嘅債主。公司賺到錢要先還利息俾債主，公司執笠清盤，剩翻嘅資產都係先分俾債主。做股東嘅要等所有嘢都結清晒，剩翻嗰啲先係你嘅。因為股東係排響最後嗰個，承擔咗最高嘅唔確定性，所以市場會用長線嘅高回報去補償你呢啲墊底嘅壓力。作者喺書入邊引用咗西格爾教授 Jeremy Siegel 嘅著名研究。如果你響1802年，好耐之前啊，分別響美國股市同埋債券市場放入$1，股票呢響200年之後呢會變成大約60萬美元，而債券呢響同樣時間只係會變成大約1000蚊美元啫。
差咗600倍喎。咁你一定會問，吓，咁點解仲有人買債券啊？呢個就係作者想教我哋嘅核心。嗰$600萬嘅回報係用無數次心碎換返嚟嘅喎。響200年期間，股票市場經歷過跌咗90%嘅大蕭條，2次世界大戰，仲有無數次超過30%嘅崩盤。你響任何一次崩盤，因為恐懼而離場，你就永遠攞唔到嗰60萬啦。200年喎，佢用200年嚟計，其實有冇人有200年命呢？呢個都係一個謎。唔通1歲就開始買股票？不過咁呢個都係一個假設啫。投資者嘅集體恐懼就係利潤嘅來源啦。你想象一下，你買咗一隻股票，連續跌咗1個月，身邊朋友個個都叫你賣咗佢，新聞每日都喺度嚇你，嗰種焦慮、失眠、想嘔嗰個感覺，其實就係你埋緊單。但係如果你忍住唔買，甚至喺嗰種時候繼續 rebalance， 你就係幫嗰啲被嚇走嘅人承擔風險啦。而佢哋嘅利潤最終係會重新分配去到你手上。所以作者要我哋記住呢句：回報唔係獎勵我哋嘅眼光準，回報係獎勵我哋坐得住。佢仲講咗一句：當陽光最燦爛嘅時候，正正就係投資回報最低嘅時刻啦。當個市道好好，周圍都係好消息，個個都賺緊錢嗰陣時，股票其實已經被炒得好高啦。喺呢個時候入市，你以為好安全，但係其實你嘅預期回報係最低嘅。相反，最慘、最絕望嗰陣時，先至係預期回報最高嘅時機。作者引用咗1929年同埋1932年嘅例子。1929年係大崩盤嘅前夕，大家覺得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係如果嗰陣時你入市，起碼要等30年先可以回本啊。相反呢，如果你係1932年大蕭條最谷底，大家連飯都唔夠食嗰陣時入市，之後30年嘅年化回報超過15% 啊！所以如果你想賺錢，就要學識擁抱嗰個唔舒服嘅感覺。當你覺得投資某樣嘢好安心嗰陣時，通常可能都已經遲咗啦。講完風險，我哋嚟睇下市場入邊有一個令人又愛又恨嘅野獸。作者話，如果你想賺錢，你應該去揾一啲睇落好殘嘅壞公司，而唔係人人追捧嘅好公司。聽落係咪好似反常理咁呢？平時我哋買嘢梗係想買靚啦，買好啦，點解買股票要買壞公司呢？佢話投資者最常犯嘅錯誤就係將公司質素同埋股票回報混為一談。一間好嘅公司，例如而家嗰啲科技巨頭，大家見到佢盈利好、前景好，正因為個個都知道佢嘅股價一早已經反映咗呢啲優點啦，甚至係俾人炒過頭添。呢啲就叫做成長股 （growth stocks）。而嗰啲壞公司可能淨係喺度轉型，或者係嗰個行業啱啱唔景氣嘅公司，股價跌到殘晒，甚至低過佢哋實際嘅資產價值。呢類呢就叫做價值股啦 （value stocks）。書入面引用咗法馬 Eugene Fama 同埋法蘭奇 Kenneth French 嘅著名研究，佢哋分析咗幾十年嘅數據，發現咗低市淨率嘅價值股長線回報竟然大幅跑贏嗰啲明星成長股啊！點解呢？因為買壞公司嘅人承受咗更加多心理上嘅不安，而呢種不安最終轉化成風險溢酬。仲有另外一個野獸就係小型股啦 （small cap stocks）。由1920年代去到今日嘅長期數據顯示，小型股表現通常都好過大型股嘅，因為小型公司更加危險，資訊更加唔透明，甚至隨時執笠添。正因為風險高，市場就要俾更高嘅預期回報，先至有人肯買啊！所以下次當你見到最專業、最受尊敬嘅企業或者年度增長王呢啲標題，就要小心啲啦，因為通常代表呢隻股票而家好貴啊。講完野獸，好多人都會諗，既然價值股呢啲小型股回報咁高，咁我每日做功課，專門揾呢類股票買，
咁咪可以發達咯。但係作者會搵盆水淋熄你，叫你慳返啖氣，以為自己好聰明咩？但係個市場比你聰明得多啊！佢話呢個就係效率市場假說啦 ，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。乜嘢係效率市場呢？簡單講，當你有一個關於某個公司嘅好消息，呢個消息喺幾秒內已經傳遍世界啦，成千上萬個專業分析師，擁有超級電腦嘅對沖基金，一早就已經計好晒數，將呢個價位推到反映晒呢個消息嘅位。所以當你向 YouTube 或者報紙睇到呢個消息嗰陣時，個價其實一早反映咗啦。我哋仲想執死雞，基本上係冇可能嘅。佢有個比喻，我哋想透過自己嘅研究去打敗大盤，就好似我哋走入去網球場揾人比賽，但係你唔知道對手係邊個。其實喺個網對面坐住嘅係威廉斯姊妹 The Williams Sisters， 舊時好勁嗰兩個網球手。佢哋每日24小時操練，有教練團隊，有數據分析，而我只係一個業餘愛好者啫。咁我哋又憑咩覺得自己嗰幾招三腳貓功夫可以贏到人哋呢？作者仲引用咗一個好諷刺嘅例子，佢話金融界出名嘅價值線 value line 排名系統，標榜可以選出最強嘅股票，但係翻查數據之後發現，佢嘅旗艦基金喺15年間嘅表現，竟然輸俾標普500指數超過2%，連大師都贏唔到個市場，我哋普通人憑咩呢？仲有提到隱形成本呢個問題啊，好多人忽略咗，主動選股代表頻繁嘅買賣，但係每一次買賣，手續費、印花稅、買賣差額一路蠶食我哋嘅利潤。就算基金經理真係有眼光，扣除咗高昂嘅管理費同埋交易成本之後，最終交到你手上嘅回報，通常都係慘不忍睹嘅。作者想我哋明白，我哋需要承認自己嘅平庸，先至係投資者最大嘅醒覺。當我哋承認自己贏唔到個市場，我哋就要乖乖咁樣去買指數基金啦。指數基金唔會選股，佢係買晒成個市場。雖然你永遠贏唔到個市場，但係你可以保證自己絕對唔會輸俾個市場。用翻頭先打網球嗰個比喻啊，作者話如果你真係想贏，最聰明嘅方法係唔好同威廉斯姊妹比賽，你直接買起成個網球場就得啦。而呢個網球場就係指數基金啦。其實呢個作者提到要買起成個市場，同之前我哋睇過嗰本持續買進係差唔多嘅。我哋未必可以靠個股去打贏個市場，只要我哋買晒成個市場，我哋嘅利潤就會同個市場一齊增長啦。雖然我哋贏唔到市場，但係呢，作者話我可以教你點樣攞走投資界唯一嘅免費午餐。邊個午餐呢？佢話呢個就叫做分散投資 diversification。點解佢話佢係免費午餐呢？平時我哋都講高回報一定有高風險。但係分散投資好神奇，佢可以喺唔降低預期回報嘅情況之下，降低我哋整個組合嘅波動性。作者強調，一個投資組合嘅風險唔係將所有資產嘅風險簡單加埋咁樣計嘅。如果你只買一隻股票，佢跌咗50%，你就真係冇咗一半咯，個心都跳埋出嚟啦。但係如果你將啲錢分開，買唔同類型嘅資產，例如美國股票、亞洲地區小型股、短期債券，佢哋喺唔同情況之下嘅反應唔一樣。書入邊提到1970年代，當時美國股市因為通脹同埋能源危機跌到撲街，但係嗰陣時黃金嘅價格反而飆升。如果你個組合入邊有少少黃金或者抗通脹嘅資產，股票嗰邊雖然輸緊錢，但係黃金嗰邊又升返上嚟，一加一減，整體嘅跌幅就細好多啦。呢個就係負相關性嘅威力。佢仲有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有效邊界 （efficient frontier）。如果你揸100% 嘅股票，雖然回報可能係最高嘅，但係可能個波動會大到你根本瞓唔到覺。但係你如果加入20至到30% 嘅短期債券，
你可能會好驚訝咁發現，預期回報只係低咗少少，但係面對嘅風險就大幅下降。對一個想長期生存嘅投資者嚟講，呢份心靈安慰係無價㗎。最後呢，呢個完美組合仲需要定期咁樣去再平衡 rebalancing。rebalancing 係咩？例如呢，你設定咗50% 股票、50% 債券呢個黃金比例，一年之後呢個股市大旺喎，你啲股票升到佔到70% 咁多，債券得返30% 啫。好多人會覺得，哇！啲股票升得咁好，咪由得佢咯。但係作者話呢，呢個時候你個組合已經變咗形啦，個風險太高，要做翻一件呢反人性嘅事，就係呢賣走嗰20% 表現好嘅股票，買翻嗰啲表現平平嘅債券，令到個比例呢變翻50%。因為你賣走咗嗰20% 嘅債券，其實係高賣，你賺咗錢嘅。而嗰啲表現平平嘅債券呢，係低買，咁佢遲早都會升翻嘅。呢個動作最犀利嘅地方係佢強迫你執行高賣低買，而唔係跟住情緒高買低賣，好似急口令咁樣。作者總結咗一句：成功嘅投資唔在於你買咗啲咩，而在於你點樣將佢哋組合喺一齊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第一條支柱嘅理論正式講完。你而家有個科學嘅大腦啦，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要講第二條支柱，歷史啦 ，history。作者話，如果你唔知道歷史，你就會好似一隻被困響噪音入邊嘅無頭烏蠅。點解會咁講呢？因為好多投資者一見到個市跌10%，就會覺得世界末日啦；見到個市升2成呢，就覺得自己係股神。但係如果你睇返200年嘅數據，你會發現呢啲嘢全部都係大海裏邊嘅一粒沙。佢叫我哋睇返19世紀到而家嘅長期歷史。股票雖然短期令到你心驚膽跳，但係長期嚟講，佢係唯一能夠打敗通貨膨脹呢隻怪獸嘅工具。書入邊引用咗西格爾教授嘅數據，話美股200年嚟嘅實質回報率大約係7%。但係債券呢？債券響通脹嚴重嘅年份，例如19世紀嘅德國或者1970年代嘅美國，購買力係會被蝕到乾乾淨淨嘅喎。所以呢，歷史話俾我哋聽，完全唔冒險，即係話只係揸住債券或者現金，其實先係長期最大嘅風險啊。當然，歷史唔係只有升啦。1929年嗰場大崩盤，個市唔係跌1-2日喎，而係連續跌咗3年啊，跌咗接近90%添啊。當時好多人響跌咗30% 嘅時候，仲係好有信心，覺得今次係大平賣。跌到50% 嘅時候呢，就開始自我懷疑啦。跌到80% 嗰陣時，連最堅定嘅人都會覺得今次資本主義真係要玩完啦，然後響最低位賣晒所有嘢。點知黎明就偏偏喺嗰一刻出現啦。睇到呢段歷史嗰陣時，我喺度諗，如果嗰個係我捱埋到呢？作者教我哋睇歷史唔係要預測幾時跌，而係要心理預演。當你一早知道個市係可以跌到90%嘅時候，當佢真係跌3成嗰陣時，你反而會好淡定，因為你知道呢個就係遊戲嘅一部分。人類每隔幾十年就會發一次癲，而發癲嘅劇本永遠都係一樣嘅。1720年英國嘅南海泡沫，有一間叫做南海嘅公司，標榜自己有南美洲嘅貿易壟斷權。其實佢根本冇咩做過生意，但係因為大家覺得呢個係發達嘅機會，所以佢嘅股價由100磅炒到1000磅啊！呢度有一個超級嘅名人出場啦。物理學家牛頓，牛頓一開始好聰明，賺咗7000磅就走咗。之後佢再見到身邊嘅朋友繼續大賺喎，個個都買大屋買馬車，佢終於忍唔住響高位再返入場，結果佢輸突返2萬磅。響嗰陣時候係天文數字嚟噶。牛頓輸咗之後，
講咗一句流傳千古嘅說話。佢話：我可以計算天體嘅運行，但係我計唔出人類嘅瘋狂。咁即係牛頓計到行星軌跡嘅天才都輸，更何況我哋普通人呢？作者呢就提醒我哋，泡沫呢係有4個徵兆嘅，我哋可以記喺心裏邊對照一下。第一呢，就係每一個人都喺度講緊佢，連平時完全唔理財嘅人都突然間變咗股評專家。第二呢，就係極度樂觀，大家覺得失業、通脹、戰爭全部都再唔重要啦。佢哋會話，因為今次唔同㗎啦。第三呢，就係對懷疑者感到憤怒。如果你喺嗰陣時話個市有泡沫，大家會覺得你係廢佬阻人發達。第四呢，就係大量信貸啦。嗰陣時借錢會變得好容易，每一個人都會用槓桿去搏。泡沫最危險嘅唔係個市跌，而係佢令到你失去理智。當你見到你嘅朋友買咗隻垃圾股都賺到笑嗰陣時，你嗰種 FOMO， 即係錯失恐懼症，就係最強大嘅心理病毒。作者用第二個支柱歷史去話俾我哋聽，太陽底下無新事。當全世界都話今次唔同㗎啦嘅時候，歷史會細細聲喺你耳邊講，其實每次都係一樣嘅啫。如果你可以喺瘋狂嘅時候保持清醒，喺絕望嘅時候保持耐心，你已經贏咗90%嘅人啦。咁我哋講完歷史，我哋就進入第3條支柱啦。第3條支柱呢，就係投資心理學 psychology， 同我哋之前睇過關於腦嘅書一樣。作者話人類嘅大腦係為咗原始森林入邊生存而演化嘅，唔係為咗買股票。我哋想象下，幾十萬年前，如果你喺森林入邊聽到草叢有聲，你必須即刻走。如果唔走，就會俾獅子食咗噶啦。呢種求生嘅本能救咗我哋祖先無數次，但係如果將呢個本能帶入股市，就會變成災難啦。當跌市嗰陣時呢，你個腦會發出快啲走啦，有危險呢啲信號。結果你喺最應該買入嘅低位賣晒所有嘢，而當個股市升到好瘋狂，每一個人都賺錢嗰陣時呢，你個腦又會同你講：喂，快啲跟大隊啦，嗰度有嘢食喎。結果你就係喺最高位入市啦。呢種本能令到我哋高買低賣，同賺錢完全相反。作者列出咗幾個大腦嘅壞零件。第一呢，係過度自信 overconfidence。研究話大約80至到90% 嘅司機都會覺得自己嘅揸車水平係高過一般人嘅，但係數學上係唔可能嘅。投資界都一樣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可以揀到10倍股，但係數據話俾我哋聽，其實你大部分時候只係喺度撞彩啫。第二呢，就係厭惡損失 loss aversion。心理學家發現，輸100蚊嘅痛苦係大過贏100蚊嘅快樂足足2倍以上啊！因為我哋太驚輸，所以呢，好多人見到隻股票跌，會選擇鴕鳥政策唔去睇，又或者因為我哋唔想認輸，死咁樣揸住嗰隻垃圾股，結果越輸越多，變成大閘蟹。第三呢，就係近期偏誤 recency bias。我哋呢，好容易被一啲最近發生過嘅事去洗腦。如果過去2年股市係一路升嘅，我哋就會覺得聽日都仲會一路升嘅。我哋會自動將短期嘅趨勢當成永恆規律，完全忘記咗歷史上嘅循環。既然我哋個腦係壞壞地嘅，究竟點算好呢？作者又教我哋啦。第一招呢，係避開群眾。作者建議最好將自己嘅投資計劃視為家醜，唔好同同事、朋友、親戚去討論。點解呢？因為當你同人講完之後，你就會產生社交壓力，之後你個策略需要調整，你會因為驚俾人笑而唔夠膽喐。最安靜嘅投資者往往係最安全嘅投資者。第二招係眼不見為乾淨。佢話我哋唔好成日睇住個市。我哋睇得越多，個腦嗰種戰鬥或者逃跑嘅原始能力就會越嚟越強烈。
如果你買嘅係指數基金，其實一年睇一次就夠晒啦。減少噪音係保護心理健康嘅最好方法。我自己都發覺好多時候，我哋想做啲嘢嗰個衝動，先係我哋最大嘅敵人。咁睇嚟，投資就好似種樹咁樣，你唔可以每日挖翻啲泥出嚟睇下條根生得好唔好，每日都想優化個組合，最後都只會越搞越衰嘅啫。我哋要記住巴菲特嗰句說話：當人哋貪婪嘅時候，我哋就學識驚；當人哋驚嘅時候，我哋就要貪婪。聽落去好似好容易，但係要做得到，我哋先要承認自己個腦其實係有缺陷嘅。好啦，我哋講完 psychology 呢，我哋終於進入最後一條支柱，就係投資產業啦 ，business。作者話，金融服務業嘅本質同投資者嘅利益係有天然嘅衝突嘅。點解佢咁講呢？佢話如果你買咗一隻低成本嘅指數基金，然後揸住20年都唔喐，邊個最唔開心呢？答案就係券商、經紀同埋基金經理，因為如果你唔買賣，佢哋一仙嘅手續費都唔會收到啊。所以佢哋嘅任務就係要令你覺得投資好複雜、好刺激，要不斷行動先係啱嘅。所以佢哋會不斷咁樣推出一啲主題基金，咩新能源基金、AI 基金、新興市場基金呢啲咁樣嘅嘢。基金公司其實係好似行銷公司咁樣，佢哋會喺某個行業最熱門、表現最好嘅時候，先至推出相關基金，因為咁樣就易 sell 啲咯。但係根據我哋第一支柱學到嘅，當一個行業表現最好，每個人都知道佢好嗰陣時，佢嘅預期回報往往係最低嘅。佢哋係賣一個已經發生咗嘅奇蹟俾你，而你就要為呢個奇蹟付出高昂嘅管理費啦。仲有一個叫做換手率嘅概念，好多主動型基金經理為咗顯示自己嘅努力，會頻頻咁樣換股，但係每一次買賣其實都係消耗緊你嘅本金。作者提醒我哋要揀嗰啲管理費比較低嘅基金。喺投資世界，你付出得越少，即係你嘅成本低啲，往往就會得到越多啦。咁即係你嘅淨回報可以高啲。講完金融機構呢，我哋就去睇下我哋每一日都會接觸到嘅財經媒體。媒體需要嘅係收視率同埋點擊率，而唔係幫你賺錢。如果你每日睇財經新聞，你會覺得每一日都係世界末日，或者每一日都係發達嘅機會。媒體會將一啲好細嘅波動無限放大。今日升1%，佢都會揾個原因嚟講。聽日跌1%，佢又會揾一個完全相反嘅原因。對長期投資者嚟講，呢啲全部都係噪音。作者建議，如果我哋真係想進步，唔好每一日都睇跳動嘅股評，我哋去讀下金融史，或者去研究一下資產定價嘅理論。真正有價值嘅資訊，通常都係好悶、好枯燥嘅。咁我哋4條支柱都講晒，我哋最後呢就講下執行啦。作者喺書嘅後邊俾咗幾個實戰嘅建議。第一呢，我哋要定義我哋嘅目標，唔好盲目追求回報。我哋先計算我哋退休之後每個月需要幾多錢。根據書入邊嘅4% 原則，如果你每年要支出4萬蚊美金，你就要儲到100萬美金嘅組合。有咗呢個目標，你嘅投資先至有方向，而唔係喺大海裏邊亂游。第二呢，係簡化你嘅組合，你唔需要100隻股票。作者建議只要幾隻低成本嘅指數基金，涵蓋晒全美國際嘅股票、小型價值股同埋短期債券，已經足夠打敗90%嘅專業人士啦。佢特別提到響極端嘅危機，例如2008年金融海嘯入邊，流動性係救命草嚟嘅，一定要持有足夠嘅國庫券、定期存款或者現金，因為呢啲嘢可以令到你響個市跌到最殘嘅時候，唔使被逼賣晒啲股票，甚至仲有餘力去買平貨再做 rebalance 添啊！好啦，今日我哋一齊睇咗投資金律裏邊嘅4條支柱。第一係理論，
明白風險同埋回報嘅關係。第二係歷史，知道泡沫同埋崩盤點樣循環嘅。第三係心理，克服大腦嘅原始本能。第四係產業，我哋要睇透金融業嘅利益衝突。希望我哋今日呢集可以陪住你響財富呢條路上邊行得更穩更遠啦，唔好再做嗰隻響草邑入邊轉嚟轉去嗰隻盲頭烏蠅啦。慢慢學習建立我哋嘅策略，守住我哋嘅紀律，時間就係我哋嘅好朋友。我哋下個禮拜又開本新書嚟睇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